1916年9月，一副棺木喺荷屬東印度上咗船，由巴達維亞，即係今日印尼嘅雅加達出發，一路向北，船經過新加坡，又經過檳城，再經過香港。你知唔知沿途發生咗乜？啲殖民政府，英國嘅、荷蘭嘅，一個一個將旗降到半竿，連當時嘅港督都親自行去憑吊。我同你講，呢種待遇唔係俾總督、俾皇宮嘅。呢副棺木入面係一個中國人，一個廣東大埔嘅客家鄉下仔，而佢起步嗰陣係印尼一間店鋪度掃地、捧茶、搬貨嘅窮小子。由一個後生仔喺南洋捱世界，到兩個殖民帝國為佢落半旗，中間隔咗幾十年，隔住一段你估佢唔到嘅路。今日就同你講呢個人張碧氏，先掟幾個數字俾你。佢巔峰嗰陣嘅身家，有講法話係8000萬兩白銀。8000萬兩係乜概念？有講話差唔多夠得上當時成個大清朝一年國庫嘅收入。不過我要老實同你講，呢個數爭議好大，有啲來源講8000萬兩，有啲講8000萬荷蘭盾，仲有講係800萬荷蘭盾，差成10倍。所以南洋首富呢4個字係實，但富到幾多，大家一路都嗌唔清。呢點你記住先。矛盾嚟啦，一個細個連書都讀唔起，幾年10幾歲就要漂洋過海嘅鄉下細路，點解會搖身一變成中國第一支工業化葡萄酒嘅老闆？由店鋪打雜去到攞國際大獎，中間到底發生咗乜？我可以話你知，呢個唔只係一個發達故事，呢個係一段關於漂泊、翻身同要為祖國爭一口氣嘅故事，裏面有真有假，仲有到今日都查唔清嘅傳說。你坐定啲，聽我慢慢講。要明白張碧氏，要先明白佢由邊度嚟。1841年，佢出世喺廣東大埔。大埔係乜地方？粵東嘅山區，客家人聚居，地少人多，窮。佢屋企更加窮，阿爸係鄉下嘅塾師，兼幫人睇下病。佢自己淨係讀得3年書，細個就要去幫人放牛做竹工。據講佢牧牛嗰陣，仲會喺山頭唱山歌，解悶一個山區細路仔嘅童年。大概就係咁。嗰個年代嘅廣東，一遇災荒，好多人就要過番。過番係乜？就係搭船落南洋養食，去到今日嘅印尼、馬來西亞、新加坡嗰頭賭一鋪，睇下撈唔撈得起。張碧氏10幾歲就係咁上咗船，至於到底係16歲定18歲，唔同來源，講法唔一，我哋唔咬死佢。總之一個山區細路住個包袱就落咗南洋，佢面對嘅係乜？係一個荷蘭人、英國人話晒事嘅世界。喺嗰度，你係一個乜都冇嘅中國後生仔，呢個就係佢起點嘅懸殊。一無所有嘅佢，對住成個殖民南洋。後來西方啲報紙俾咗佢一個花名，叫東方嘅洛克菲勒。呢個稱號常見話係紐約啲報紙叫出嚟，不過確切邊份報邊一年我核唔到實，當係坊間講法。但你聽下呢個名洛克菲勒稿，一個大埔放牛仔，做到人哋攞佢同美國石油大王比。翻去佢剛落南洋嗰陣，巴達維亞南洋嘅大埠頭成日濕嗒嗒，焗到出油，碼頭堆滿貨，汗味、海腥味、香料味晒喺一齊。張碧氏初到貴境，乜都唔識，言語唔通，喺一間店鋪度打雜掃地、擔貨、捧茶，由最低嗰級做起，有幾苦你自己諗。一個後生仔離鄉別井，連句本地話都講唔正，喺人哋地頭由零做起，日頭做到夜，先薄飯一啖飯。呢種日子佢挨咗好幾年，但係好彩佢做嘢勤，人又生得精靈醒目。間店鋪嘅老闆睇中咗佢，唔止睇中，仲將自己獨生個女嫁咗俾佢。呢一嫁唔簡單，老闆冇仔，張碧氏做咗女婿，順理成章接埋盤生意。你睇佢由一個打工仔一跳就變咗做繼承人，呢步係佢翻身嘅第一跳。有時命運就係咁，一個賞識你嘅人可以將你成條路改晒。由呢間店鋪做本，佢開始鋪開30幾年間，佢做墾殖、開石礦、搞遠洋輪船、開藥行、入地產、辦銀行。套用今日嘅講法，
由農業到重工到金融，佢全部沾埋一份。有錢賺嘅地方就有佢個影。到最後佢坐上咗南洋首富嗰個位。不過更殘酷嘅係，你就算做到首富又點？喺荷蘭人、英國人建起嚟嗰套殖民架構下面，一個華商袋裏幾多錢都好，頭頂始終有一層玻璃天花。你係番邦嘅華人，呢層身份幾多錢都買唔穿。你可以好有錢，但你唔係佢哋嗰個圈嘅人。跟住轉機嚟1890年代，清廷向佢招手，話說有位清廷嘅欽使龔紹啟出洋考察，途經檳城，專登去拜訪張弼士。兩個人傾完，龔紹返到去就將佢薦俾大學士李鴻章，仲寫信力薦。結果張弼士1893年做咗大清駐檳城嘅領事，第二年1894再升做新加坡總領事。一個海外華商搖身一變，戴上咗大清嘅紅頂，變咗紅頂商人。你睇佢呢個人幾得意，一邊係英荷殖民地嘅僑領，一邊係大清嘅官，左右逢源，通天嘅本事。但係佢個心始終有嘢喐喐嚟。佢發咗達，做咗官，乜都有。佢想做多樣嘢，佢想為個祖國爭口氣。呢個心結帶出咗一樣嘢，葡萄酒。你以為佢做酒淨係想多賺一筆？唔係咁簡單。真正嗰粒刺係佢發現，中國人餐台上面嘅葡萄酒全部都係舶來貨，一支都唔係中國自己整㗎。佢唔順氣，講返粒種，幾時埋落佢心？時間要撥返去1871年，巴達維亞有一場法國領事嘅酒會，張弼士俾人請咗去。席間一個法國領事同佢傾偈，講起煙台呢個地方，話煙台嘅緯度、氣候、泥土同法國波爾多好似，山間仲長住成片野嘅葡萄。呢句本來係酒席上嘅閒話，但張弼士偏偏就記咗落心。一句閒話埋咗粒種，而呢粒種要等成20年先至發芽。酒會現場嘅細節我做咗合理還原。粒種源自法國領事一句話，呢件事本身係多個來源都有㗎。喺呢段又官又商又發達嘅路裏面，有一樣嘢係值得講㗎。張弼士發咗達之後，冇淨係顧自己，佢反轉頭想拉埋成班人一齊好。佢勸南洋嘅華僑返國投資，佢自己帶頭喺國內辦鐵路、辦銀行、開工廠、玻璃廠、織布廠、磚廠，又同人夾錢起潮汕鐵路。1905年，佢仲帶團返南洋，游說華商，叫大家勿分維域，視同一體，一齊返去為國出力。佢嗰種心唔係我一個人有錢就夠，係一個人有錢唔算，要成班人、成個國都企得起先至算數。呢種心喺一個由零捱上嚟嘅人身上幾難得。而當年嗰句酒會閒話呢，21年之後喺大洋另一邊變成咗四面大獎。呢個呼應一陣你就聽到。1892年，張弼士喺山東煙台創辦張裕洋酒公司。張裕兩個字，一個係佢個姓，一個係豐裕嘅裕。佢一落手就掟咗300萬兩白銀落去。講開又講，坊間仲有個傳說，話佢為咗喺國內順利開酒廠，俾慈禧太后召見嗰陣，奉上過30萬兩白銀嘅胭脂錢，打通關節。呢啲屬於民間講法，我核唔到實，你當花邊聽。但我同你講，整酒呢樣嘢唔係有錢就搞得掂。佢要由歐洲請釀酒師翻嚟，要引入歐洲優良嘅葡萄品種，開闢純種葡萄園，仲要將傳統嗰啲剛剛甕甕改用西方嘅橡木桶，又喺山底挖巨型嘅地下大酒窖。呢啲嘢前頭10幾20年係蝕住做嘅。葡萄要種，要等，要試，一批唔得再嚟過。你估佢做咗幾年就有成績？唔係牛，佢度嘅突破口係4個字：中西合璧。用西方嘅釀酒技術配上中國本地嘅風土，呢樣係人哋冇噶。到1915年，機會嚟，美國喺三藩市搞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，慶祝巴拿馬運河通航。張弼士帶住中國代表團去，張裕由15款產品裏面揀咗4款：宋展、可雅、白蘭地、紅玫瑰葡萄酒。
味美斯、雷司令白葡萄酒，結果4款全部攞到甲等大獎章加最優等獎狀。呢度我要認真同你講一件事，因為好多人搞錯。你成日聽人講1915巴拿馬金獎，好多牌子都話自己攞過嗰個年頭嘅得獎古仔，好多係後人加料，例如邊個劉澤酒瓶酒香4日震驚全場嗰啲，好多查無實據，純粹傳說。但係張裕呢一份係硬嘅，有酒史考據講得好清楚。張裕嘅白蘭地大獎章係當年中國酒類幾面大獎章裏面最冇爭議嗰枚，而且大獎章 Grand Prize 輪級數仲高過金牌，所以張裕唔止真係攞獎，佢攞嘅仲係最高嗰級。喺一堆真真假假嘅金獎傳說裏面，佢係少數企得穩嘅一個。據講喺慶功宴上，張弼士好激動，講咗一句話，大意係只要發奮圖強，後來居上，祖國嘅出品都會成為世界名牌。呢句流傳得好廣，不過原始出處我核唔到實，當係佢嘅心聲，你聽下就好。你以為故事就咁大團圓，你絕對估唔到後面嗰節。張弼士喺檳城起過一座宅，就係今日成為世界文化遺產，遊客搶住去打卡嗰座藍屋。呢座宅靛藍色外牆，38間房，5個天井，7道樓梯，220扇窗，起足7年。佢起呢座屋係想庇蔭子孫，想留一份可以養到8代人嘅家業。據講佢仲專登向律師立遺囑，要間藍屋世代傳落去，唔俾屈。結果呢，富不過3代。到後來把持藍屋嘅後人靠住食遺產過世，坐食山崩，越食越窮。到1990年代，窮到要賣屋。嗰個守屋嘅仔一走，藍屋就易主。一左想庇蔭8代嘅家，3代就散晒；想養8代，守唔到3代。呢個反差幾諷刺。不過講返轉頭，佢留低嘅唔止一座屋。張裕到今日仲係中國葡萄酒嘅龍頭，行銷全球。中國葡萄酒之父呢個名，煙台成為葡萄酒城，都係由佢嗰300萬兩開始。而檳城嗰座藍屋，2000年攞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嘅亞太文物保護獎，反而變咗做喬治市最靚嘅一張名片。佢敗落嘅家變成咗人類共同保育嘅寶。有時命運就係咁作弄人。由1841年大埔嗰間窮屋，到1916年巴城嗰副靈柩，75年，一個放牛仔由店鋪打雜做起，做到南洋首富，做到大清紅頂，做到中國第一支工業化葡萄酒嘅創辦人，做到2個殖民帝國為佢落半旗，開篇嗰2支落到半乾嘅旗。而家你明點解啦？據講，當佢副靈柩經過潮汕、疏寒江而上嗰陣，兩岸嘅街坊都擺祭致哀。仲有講法話，孫中山知道噩耗，送咗一副元聯俾佢，美酒榮獲金獎，飄香萬國，怪傑贏得人心，流芳千古。呢副聯廣泛流傳，歸於孫中山。不過原始出處同經手人嘅講法唔一，我一樣當作代核。但係我唔想將佢講到一味係偉人，歷史從來唔係非黑即白。張弼士係愛國實業家咩？係，佢真金白銀返國辦實業、辦酒廠、拉華僑返國投資，呢樣冇得拗。佢係喺殖民南洋、殖民貿易嘅夾縫裏面發達嘅商人咩？都係佢嗰張生意單，由石礦、地產、船運一路到鴉片都有份。佢係俾大清、大紅頂左右逢源嘅人咩？都係呢啲身份，同時長喺一個人身上。有人話佢係民族英雄，為中國爭氣；有人話佢不過係一個識時務，邊度有錢賺就去邊度嘅精明生意人。我諗兩樣都有啲道理。一個人可以既係咁又係咁，佢用一世人證明咗一件事。一個鄉下仔都可以擺一支中國酒上到世界嘅台面，但係同一個人卻擺唔到自己個家族。過到第3代，今日你行入超市，隨手攞得起一支張裕。你去到檳城，行得入嗰座藍屋打卡，背後企住嘅就係呢個大埔仔。咁最後留一條問題俾你諗，你覺得張弼士係一個為國爭光嘅民族英雄，定係一個識睇時勢嘅生意人？你飲過張裕未？去過藍屋未？
下面留言同我傾。